仲有10日咧就過年嘅事啦。咁大家做小老闆，大家會諗住點樣過咧？過年期間放假去旅行啊，定或者繼續做生意咧？好多時咧，我哋啲小老闆咧，即係一兩個人嘅公司，好多時就算過年，我哋都要繼續工作。不過咧，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公司咧，好多時咧做生意咧，都係靠個電話去做，上網做，所以咧，就算呢日過唔過年咧，對我哋影響都唔大。有咩事生意操作，我哋都係用電話，所以無論你喺公司做嘢又好，或者喺屋企啊，或者其他地方，我哋一樣可以做到生意。所以科技帶咗俾人好方便嘅，同時咧，我哋公司亦都準備喺3月份搬新公司，新公司會比目前而家大下20%。咁咧即係話生意咧，亦都慢慢開始好返啲啦。咁希望大家過新年時間，新一年有個新嘅希望、新嘅目標，生意又好，慢慢好啲，打工咧就玩多啲。OK。